就快變燒豬啦！寶寶，不如我哋上雪糕山食雪糕啦！好啊！哇！雪糕山嘅雪糕開始融啦！應該係因為氣候變化，所以天氣越嚟越熱。咁遲啲會唔會冇雪糕食㗎？Hello，揾邊位啊？寶寶，我係朱古力村嘅豬腸村長。我哋朱古力村入邊啲朱古力開始融緊啊！你哋雪糕山啲雪糕有冇事啊？有冇好似我哋朱古力村入邊啲朱古力咁融緊啊？豬腸村長，有啊！我哋雪糕山啲雪糕都開始融緊啦。唔淨止朱古力村入邊嘅朱古力，同埋雪糕山嘅雪糕，世界仲有好多地方都因為氣候變化而面對住唔同嘅危機㗎。每個國家都正受到氣候變化影響，我哋嘅海洋正急速變暖，導致極端嘅天氣。政府針對氣候變化發佈咗一份令人關注嘅報告，溫室氣體排放量再創新高。大雨啊，可能摧毀咗啲房屋同埋農作物啊！你去睇下啲農作物。再咁落去，雪糕山嘅雪糕就會溶晒，森林就會水浸，點算啊？我唔識游水噶，所以我哋由依家開始就要好好愛護地球，減少浪費，減低氣候變化所帶嚟嘅影響。大家一齊行動啦！